来关心这中华文雅畜牧场呢，是来发生分普年的鸡卵。伫11月初8有暂时来解除移动管制，也毋过这当中呢有甲封存的这卵品出货送去到台中的量中两行。中华管府讲，这业主呢无摕到解除移动管制证明书等等的文件，所以会来检讨行政停事的疏失。 17早起，有人骑乌托邦载规箱的鸡卵来鸡卵行买换卵，台中5侧量中鸡卵行，和食安署发现，吹杂抑阁伫咧卖文雅饲鸡场的鸡卵。消费者认为鸡卵行也是受害者，头家是讲要摕买换拢会使。礼拜六当天马上就退啊！买完就看到新闻，他看是要退钱，要退卵，要换鸭卵，拢我拢一顿换啦。中华县政府公布文雅饲鸡场分布年事件时间线，初五确认有问题的鸡卵是来自文雅饲鸡场，初六采取移动管制，初七食药署复检并无验出分布年，初八依照动物营药品管理法规定解除管制。6日起台中鸡卵行的鸡卵是初九卖，因阁并无摕到解除移动管制证明书的文件，交互检调查，封存的25万粒鸡卵销毁，检讨行政停事是毋是有疏失。剧组需取得解除移动管制之证明文件，才可上市。事主是否有违反移动管制相关规定？目前检调侦办厘清责任中。解除移动管制相关行政程序执行未完备及疏失部分，将依相关规定或法规检讨，并惩处。台中市卫生局强调，量中鸡卵行甲文雅饲鸡场一个4万粒鸡卵，最早时间处伫咧起早时阵，家顶也有看到，经过立会7600粒。我们查到他有异常，是他违法。 整个事情是龙中行跟文雅违法。卫生部讲，将会自这礼拜开始，一直到年底，扩大抽检市面上的鸡卵，主要是针对索完马、上尾流马、编号 C 用人饲的卵鸡死的卵，确保卵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